蔡依林睽违4年发新专辑，第二波主打歌《老公》MV 有许多怀旧的港式元素，向80、90年代多部经典港片致敬，有《与龙共舞》、《赌神》、《破坏之王》等经典港片桥段，还找来喜剧女神吴君如和大陆男星郑恺跨刀助阵，而 Jolin 则化身清纯港妹向吴君如询问姻缘。MV 充满浓浓复古怀旧味。复古造型公主头，加上后刘海，天后蔡依林又有新样貌出现，穿着连身洋装，在 MV 中吃着烧腊一边看电视，里头播放的都是经典港片。不难发现到里面有假的赌神扮演周润发，自带慢动作走路，还有僵尸片暂时停止呼吸，以及周星驰在破坏之王里的咸蛋超人经典装扮，通通完美重现。老公 MV 中还找来大咖助阵。吴君如 vs 蔡依林，你是那个哇的吴君如吗？我不是那个哇的吴君如，我是姻缘女神。不认识。不止找来喜剧女神吴君如搞笑现身 ，MV 男主角郑恺所致敬的电影，其实也是香港经典电影《行运一条龙》里面周星驰的角色。MV 中的茶餐厅场景巧思也是取自这部作品。巧的是，这部电影中喜剧女神吴君如也有扎一脚，不过 MV 致敬桥段最经典的是这一幕。Jolin 穿上电影《与龙共舞》中的龙虾装，立刻笑翻粉丝。老公这首歌 MV 以经典港片为拍摄灵感 ，Puso 风格让蔡依林边拍边笑场，整个喜剧魂大爆发。